人讲战火无情，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已经要3年的时间啊。这期间，拢有台湾人去到当地加入国际军团。今嘛传出第2个战死的台湾志愿兵阿达，伊的战友昨昏接受媒体访问，讲到阿达受伤的情形，伊是讲甲后甜。穿军衫，背景有阵阵的枪炮声，这是伫俄乌战争不幸阵亡的第2位台籍志愿兵阿达。生前翕的前线画面，最后伊看视频，忍袂住吐大气。甲阿达出生入死，即嘛只看到伊倒落去的战友潘文雄，这是被贴到安全地区了后，才受媒体实时访问。想起迄时阵的情形，忍袂住后甜。炮弹的落弹点就在阿达旁边，所以他的腰部被炸出一个非常大的伤口，那个时候瞬间就失血。他躺在地板上，然后跟我们的队友说他没有办法动。那个炮弹炸下来的瞬间，我们连续3次差一点就当场被炸死。转头回去看阿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他。炮弹弹到阿达的时阵，甲25岁文雄李立公笑，因是今年7月斗阵去乌克兰加入正规军的友伴。伫还原迄一天，雄雄甲俄军伫森林中交战，遭到猛烈炮击，甲另外一个台籍医疗兵阿奇带伤兵甲后兵才换来。这一摆共队有22人殉职，阿达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活着回来以后，都哭得很惨，因为他是我们队里面的开心果。平时他会煮饭给我们吃。然后呢，他也会去喂当地的小动物，甚至他还会拿军队里面的一些食物、米去分给当地的这些难民。伊讲阿达讲话真趣味，而且心地善良。伊表示继续留伫乌克兰协助阿达处理相关后事，佮行完6个月合约，也透露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当中，连在内一共有3个台籍志愿兵。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小，所以有可能希望是用委托的方式。来安排商请这个高雄市政府也设立一个信托的账户，抚恤金能够取得放在这里，那以后能够提供给他的孩子的生活与教育费。甲台籍志愿兵保持联络的黄春生牧师讲，已经协助外交部联络乌克兰国际军团，因为阿达3个囡仔未成年，父母年岁已经大，无计划去乌克兰，应该委托乌方处理相关代志，佮由代理人去领差不多台票914万的抚恤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